北部乡亲，唔知你伫困较长好时，敢有和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声吵精神？透早4点19分，新北市的贡寮发生瑞士规模5.1的强烈的地震，深度是132公里，这算是中战的地震。新北市宜兰头城、台中、梨山进度拢有2级，加在因伊的地震较深，无影响到伫个贡寮的核电厂。 今天清晨，很多人收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，被警报吓醒。不过醒来之后，等了半天，却等不到地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透早4点19分，新北市贡寮发生瑞士规模5.1强震，深度132.5公里，属于中战地震。包括新北市宜兰头城、花莲县西部、台中梨山，上大震度达到2级；宜兰市、台北市塘、三公、竹东嘛有1级。摇晃的程度都非常的短。 那这个地震的造成的原因就是板块隐没作用。那这个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里面。真侪人想无为什么地震无大，嘛发布国家级的警报，害真侪人毋是去互地震摇醒起来，是去互警报惊醒。原来当地震规模达到5.0以上，而且台北市预估可能达到3级以上的时阵，就发布国家级的警报，提供民众紧急避难。这回地震的规模5.1有达到。 发布国家级警报标准，这是深度较深，无造成危害。伫这两贡寮核电厂嘛无受到影响，加一份封闭，减一份灾害。